有特别安排，今日主日伫咱富强教会和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做伙来学乐上帝。我想这是上帝互阮真大的恩典，感谢上帝使得这款的恩典伫阮中间。因可能需要淡薄仔时间调整位置啦，所以我先小可来介绍西罗亚合唱团。西罗亚合唱团是一个真特别的合唱团，咱看会到因大部分的成员是视障朋友，有的是全盲，有的是较弱势，拢是视力较无介方便的视障朋友。这个合唱团是1989年成立。1989年，所以到今年应该是35档，第35档。拄开始的时是因为教会内面有一撮同工，因看到讲视障朋友、视障朋友因的生活其实有真侪限制，真侪无方便，所以教会就来成立视障关怀基金会、视障关怀基金会。嘛通过设立盲朋友查经班，甲西罗亚合唱团来正做因的帮助。伫这个过程内底，西罗亚合唱团因的成立是因为因虽然目睭无介方便但是因伫因的学习的过程内底因的歌声因的音乐的部分有真侪上帝互因的恩赐，所以因就特别甲因集合起来，成做一个团队做伙来服侍，用诗歌来服侍进教会进兄弟姊妹西罗亚合唱团的服侍。伫疫情进前阮的服侍的重点是其实是伫监所监狱内底监狱内底。我问咱在座，你有入去监狱过？举手者。去无一定是关啦有可能去参观所以阮想再去啦监狱内底迄个环境其实是咱真恶的想象咯咱也无去过人真恶的想象的一个所在。是一个无愿望无希望的所在，真死气沉沉的所在，会使安尼讲但是愿望通过西罗亚合唱团，用诗歌、用福音的信息带到内底，来成做因的帮助，成做因的祝福像是阮受邀请到国教会、到学校病院去做一撮诗歌的见证甲分享。愿望通过这真水的诗歌，会当来分享福音的信息，将上帝听和侪人做伙来分享好，今日因会带来几首的诗歌，和咱做伙来分享第一首的诗歌是伫这时刻，咱着快乐。伫主日的早起时，是咱基督徒做伙组织来敬拜上帝的时阵。我毋知咱这个时阵，咱的心情是啥款？是足欢喜，也是足无奈、足困无饱？我想应该是爱足欢喜，对无？咱要来听咱的上帝，见一个遮尔重要的对象，对咱来讲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刻咱就用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来朝见咱的上帝。咱做伙来听这首诗歌，伫这时刻，咱着快乐。
伫这时刻，咱着欢喜快乐。交给上帝，敬拜上帝是咱欢喜快乐的时刻。歌词嘛，甲咱讲，基督徒的欢喜，基督徒的喜乐，毋是讲咱足顺利的时咱才欢喜。拄着苦难的时，咱有法度欢喜无？真困难，总是倚靠上帝，咱有气力通安尼做吼。因咱知影咱的性命伫上帝掌握内底，毋管咱伫顺境逆境，拢有上帝稳定甲咱三个伫底。咱拢是上帝所疼的囝儿吼，咱永远有即个真宝贵的身份，永远袂失去。第二首的诗歌，毋免惊，耶稣伫遮。咱因为做伙合唱哈，有一部分的独唱的是梅芳姐妹哈，咱做伙来听这首诗歌，毋免惊，耶稣伫遮。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涌搁较向面，总是会平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顶伊无止，要我的灯火伊无拍熄。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
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伫咱人生的道路顶面，咱坐少加减拢会拄着困难，拄着挑战的事。总是我想，咱诚做基督徒，诚做上帝今日一个真大的祝福，就是耶稣伊应允咱，要诚做咱的陪伴，要陪伴咱行过人生的每一个路站。所以当困难挑战来的时，咱加减会惊啦吼，但是毋免惊到绝望迄个程度。上帝甲咱相爱伫地，耶稣要帮助咱，陪伴咱赢过人生的风波、人生的挑战。我靠上帝，互咱有气力面对人生的种种困难，也伫这困难内底，咱加倍去经历着上帝恩典甲咱同在。接下来一首诗歌，一首感恩的祈祷诗哈。感恩是基督徒真重要生命的特质。总是要时时感恩，毋是遐尔简单吼。特别伫困难挑战来的时，要搁用感恩的态度来面对，其实毋是遐尔简单吼。咱要做伙通过这首诗歌，做伙来听，要安怎常常伫咱的生命内底用感恩来向上帝来献上。咱做伙来听一首感恩的祈祷诗。
咱着常常用感谢来到上帝面前哈。常常有人咧问讲，要甲上帝感谢啥吼？拢毋知要感谢啥。什么会爱感谢？其实咱生活、咱生命内底每一项代志，拢是值得咱学乐感谢吼。咱的生命、咱的一切，拢是上帝所赏赐。所以，当上帝还阁互咱有活命一日，咱就为着咱所领受的一切，用上帝来献上感谢吼。感谢会当帮助咱的生命，往一个较正面、积极的方向去看吼。你若用埋怨、用抱怨啊，你的生命可能真侪苦毒、真侪的无好势。但是你若向用感恩、用感谢的心来面对咱生命内底每一件代志，知影有上帝带领，安尼咱的生命要真无共款吼。接续因要用祝英姐妹林祝英姐妹伊要带来葫芦丝的演奏吼。葫芦丝是一个真特别的乐器，我想咱真侪人可能拢捌看过啦吼。咱等下伊会用葫芦丝来演奏吼，伊要演奏的诗歌是何西伊哪久哪甘甜吼，咱做伙来听吼。
好在伊哪久哪甘甜。好在上帝其实就是将上帝互咱的逐款的能力、逐款的恩赐用来服侍众人，诚做众人的祝福甲帮赞吼。咱看见西罗亚合唱团的团员，因大部分是应该全部拢视障朋友啦，吼，有的是全盲，有的是弱视吼。因的困难真大，总是因为因的困难的家己封闭起来吼，自怨自艾啦吼，因愿意将上帝赏赐予因真水的歌声，通过诗歌的分享，和大家来分享吼，也通过安尼将福音的信息带到每一个人的心内。因除了会晓吟真好听的诗歌以外吼，因几若位嘛拢有会当学乐器吼。恁感觉视障朋友学乐器有困难无？有简单无？我用我家己的例啦吼，我细汉厝里妈妈要我教风琴，风琴毋是钢琴吼，迄阵是风琴就是脚爱搭吼，你手爱弹安尼吼。我迄阵学袂起来，学一阵仔就放弃啊吼，你毋知啥物原因？我手含脚无法度同时叮当，脚若叮当手就会定去吼，手若叮当脚就定去，所以学袂起来吼。真若有钢琴，可能会较好学些看吼。要学一个乐器，其实真无简单对视障朋友，因目睭看袂到，视力有限制吼。要学一个乐器，真正搁较困难吼。阮其中有一位伊是扭大提琴吼，咱知大提琴，迄个姿势真重要吼。你姿势对，你扭出来迄个声才会对吼。但是伊看袂到，伊要安怎学姿势？你想看觅？伊着爱老师扭伊的手，安尼一个去感觉吼，对一个音爱用对一个姿势，用偌济力道去扭安尼吼。所以视障朋友因要学习做代志，要做真济咱感觉足简单的代志。我举一个例，咱大家拢爱食饭对无？视障朋友食饭其实无真简单吼，需要有人斗相共吼，真济困难爱去突破。但是当咱有愿意的心，愿意将上帝互咱的献出来，来服侍上帝、服侍众人的时，上帝就要通过咱来做真水的工吼。好，接煞有一位陈东华兄弟吼，陈东华弟兄，伊要甲咱做一段的分享，生命的分享。接煞伊嘛要用一首诗歌，和咱来分享吼。我将时间交予东华弟兄。各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感谢富强教会，予阮有即个机会来甲大家三甲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我要分享进前先大家来祈祷。请天父，阮感谢你，求你的灵甲阮每一个人同在，予阮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你的激励。安尼感谢恳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我今年65岁本来是要互恁摇啦，我是讲摇济我的目头较夹，摇伤少，我会安尼，哪有可能较少年啊？所以我规矩我家己先讲，我今年65岁，这毋是重点，65岁就进入咱老年啊，对无？是毋是？所以老人拢爱讲过去，所以我即摆就来甲恁讲我的过去，互恁听。多谢有互我即个机会。我细汉的时候，双重的人格。我伫细汉，我伫惠民盲校，惠民盲校是用基督的听所设立的一间学校，你遐用爱的教育、听的教育。虽然老师嘛会拍手无乖考试考无好，有来拍骹床。拍手笛毋过事实上就是用上帝，互老师的听，伊从伊听来互阮。阮遐有真好的信仰的教育。毋过迄阵细汉的时候是当作咧听圣经故事，讲敢若足爱听故事而已，没有信仰的那个层面伫遐。所以细汉的时阵，我伫学校，因为我是弱视，小可有看。李老师的头前，李老师的那个眼中我是一个乖乖牌，足乖的学生咧。同学甲同学之间因为我弱视，全盲的较济，
拢讲啊，东华，你帮我创啥？你帮我创啥？我都没有第二句话，拢无第二句讲好。老师叫我创啥物？讲啊，你若是做较打扫厕所啦、扫地啦吼，我拢无提示，拢无一个就讲好。这是我的学校，就是一个乖学生啦。吼，到因为寒暑假拢爱规定爱返去厝。吼，我要讲我要返去厝的，我大先爱感谢我的外妈。吼，我的外妈，到我伫外妈小学开始住到17岁，拄我毕业去做食头路时才离开阿嬷遐，所以阿嬷伫我的心内永远拢刻掉伫我的心内，拢一个阿嬷的形影，伊的声。吼，我细汉的时拢住伫遐。甲我的小舅舅，就是讲有三舅跟小舅，因为他们双胞胎，加我3岁尔啦吼，阮拢做伙大，所以阮拢无叫阿姑啦，拢叫名。我上会记得阮阿嬷拢甲我讲啥知？因为我的小名，阮遮可能有人甲阿姨拢叫我中迄个阿东啊，阿东啊，你迄无大无细，迄爱叫阿姑。我讲好啦，我知。毋过到我17岁吼，离开就是开始食头就是拢伊共款拢叫名啦，吼。这是我一个小趣事，所以我拢会记得阮阿嬷咧甲我讲的话。我就是细汉的时阮妈妈甲我送去外妈遐住。所以。心理有无平衡，甲你学校完全无共款。吼，阮妈妈若去阮阿嬷遐时，外妈遐时，我听到伊的声来。好天的时吼，我走去迄阵也袂晓徛较细汉袂晓徛骹踏车时阵，走去远，连食中昼嘛无转来。因为我知影，因为古早咱庄脚车帮较少，伊固定迄庄脚所在，车帮固定几点，我大概知影伊几点会走。我才有转来。若落雨会晓骑脚踏车的时吼，就骑脚踏车去到足远，去到阮远的田遐去，共款踅到伊要转去时间才转来。若拄着落雨天，我就是看到棉被底，阮阿嬷咧叫我食饭，我嘛拢我袂枵，拢避起来，就是故意不跟我的妈妈碰面。吼，因为我心内就是有一个郁卒。我就是娘不疼，爹不疼娘不爱的囡仔，所以伫庄脚的时吼，我是一个被厝边拢讲我这个囡仔吼，算足要安怎讲？即摆安怎讲？就拢足稳当的，门拢袂叫，我袂主动叫人，我敢若主动叫阿嬷，叫阮迄2个小舅舅的名安尼，若要找其他的我都。因唔知讲你毋是有看，拢歹叫。我其实知道，我听到声音，我咪就因若甲我叫，我甲应一下安尼尔。所以我是变成2种的。你也好是乖囡仔，伫厝就是一个叛逆，就是无人听的囡仔，因为我就是个性完全都拢这个囡仔呢不可理喻种，无人要插我的囡仔，所以会越变越。在家里就是不喜欢跟人家讲话，上欢喜的时间就是甲阮2个阿姑吼，做伙去牵牛、饲牛的时阵，做伙遐饲牛囡仔，做伙耍安尼。饲牛囡仔若欺负我，阮三舅是小舅，有当都一个带我去牵牛的时，因会甲我照顾，会甲替我甲因修理安尼吼。甚至我若无欢喜，就甲因牵石头吼。可是我回转来是互骂啦。因为我较大汉，因他们比较小一点，我拢甲因牵。若互歹运，互我牵到，就打阮阿嬷咧吼。毋过我是因无讲是讲伊拢骂我，以前现在我们是不会啦。阮即摆拢家己讲，阮家己都青眉。较早听到因讲青眉囡仔，我们就会很生气，咱就足生气。这是我细汉的过程，吼。所以到我30岁吼。拢无叫妈妈，连叫妈妈嘛无，嘛毋捌去阮，绝对去阮外妈遐过年，毋捌去阮母啊遐过年，吼。
就是到我1998年是双年教会要照顾，要有这个意向，要照顾盲朋友，所以要成立一个盲朋友的团体来甲阮照顾。我感谢上帝，互双年教会会听，双年教会才会友，互阮盲人有一个这机会来遮受造就。我伫遐参加查经班，参加联谊会，所有种种的活动。反正你参加西罗亚，我已经拄开始有西罗亚，我就参加，即嘛算我变老乌啊，吼、是西罗亚的老乌级的。毋过伫遐就是有受造就，有圣经信仰的造就。伫遐开始，圣经有甲咱讲，你10条解讲，你爱友好你的父母。迄阵啊，我家己嘛已经有结婚，有囡仔。想想诶，圣经教咱讲爱友好父母，我若已经到30岁啊吼，连叫妈妈都无，这实在是应该无应该。我这是心灵的创伤。上帝教讲爱放弃，爱放下你以前的气愤、愤怒、生气，爱来改变。你即马是有一个信仰的。因迄阵啊了，我参加造就有当过查经班的对小组长、副班长、到班长、到团契的整个团契的会长，拢已经伫遐来受造就，来学学习唱歌，所以我就安尼有受感动，有受改变。我过来开始，我就是会去我妈，去阮妈妈遐，甲我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围炉。到下暗，我再搁坐车，甲去阿嬷甲小舅遐围炉。等于我去围炉2摆，迄是一种心情完全的开放、开朗，袂搁像以前安尼遮尔郁卒。伫遮参加西罗我以前毋敢徛伫遮头前啦唱歌讲话，这拢是伫双年教会所予我的造就，会伫遐来训练。我伫遮也足感谢阮的朱安美老师朱安美老师，阮遮拢无看伊要安怎教，伊嘛是用伊的疼心、耐心，伊当时袂晓讲是伊来。摸我的肚子，然后看怎么撑，我的嘴型，伊阁互阮摸喙呢，是遮，我就想，我今仔我都徛伫遮我真经感谢朱老师遮尔用心，遮耐心，像阮大家拢想要讲唱较好的啦，我这尽量安尼所以我搁一遍感谢因为上帝疼，上帝疼双年教会所有的会友，因将因的疼来分互阮盲朋友，所以自较早咱台湾的政府较无对这个残障这块真个无重视，也是对阮双年教会开始来发起，所以即马咱的社会福利会做愈来愈好，嘛是拢咱基督教咱教会的力量。我想咱每一个人拢是基督徒，所以咱就爱行出基督徒的形象。咱每一个人拢爱来做西罗亚，好不好？西罗亚就是红车肯，我想咱每一个人若是拢西罗亚，咱200个会友就200个西罗亚，毋是干那阮一团西罗亚尔。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行出来，爱行出来教会，行出来社会，行出社会来，甲咱每一个人的温数，就是我头讲的朱老师的温数，伊就是足后唱歌，伊声乐爱甲阮教。阮才我今仔日徛到头前，甲大家三甲来分享诗歌。所以我即摆今仔所讲的，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拢爱来做西罗亚的一份子。阿免吗？阿免。好，我即摆来甲大家来三甲来分享。主啊，我情愿，我想咱每一个人拢情愿来做西罗亚的一份子。阿免。来。主啊，我情愿；主啊，我情愿。主啊，
我情愿献上一切所有，故作世上生活，为着要得着你，主啊，我情愿举起十字架来，甘愿用在享受，甘心滚地里。主啊，我情愿顺服你的旨意，接受大行试炼，一生要滚地里。情愿为着你的爱情，牺牲一切所爱，永远属于你。只有你是我所爱。只有你是我所想，只有你是我所求，亲爱主，若是你，我就拢情愿。亲爱主，若是你，我就拢真愿。互人感动的生命的见证哈。我想伫咱过去的生命内底，可能拢有无完全的所在，拢有遗憾的所在哈。咱可能无法度过去，搁转去较早来做一撮改变，但是通过咱的信仰，通过上帝的气力，咱要有气力继续向头前来行吼，往一个搁较正确、搁较受祝福的方向来行。我想东华弟兄吼，伊的生命的见证，等于认捌上帝，含上帝有好的结连了后，伊就得到真实生命的气力吼，较赢过去才会无完全，才会欠缺。也通过伊会当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吼。东华弟兄伊是一间按摩店的老板吼。所以通过伊按摩店帮助侪身体疲劳吼需要放松的人吼，嘛通过伊的按摩店帮助真侪视障朋友吼，因会当有好的工作、好的收入，会当维持因的生活吼。我想咱每一个人生命拢毋是完全拢毋是100分吼，但是只要咱愿意将上帝互咱的，将咱所有的献互上帝。来使用上帝要伫咱的生命内底成就迄个真伟大、真奇妙的作为，是咱所无法度想象的吼。好，接下这首诗歌叫做《眼光》是华语的诗歌咱有要听因来唱。眼光伫咱的生命内底，咱要安怎有啥物款正确的眼光、正确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命，看待上帝的引导与带领咱做伙来听这首诗歌《眼光》。黎明早已在
愿信心成做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眼光咱看世间的代志，咱无搁用咱过去的经验，用咱家己的想法去看，咱向学习用上帝的眼光，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咱所拄着每一项代志，拢有上帝美好的计划，拢有上帝要伫咱生命底成就的计划。最后，今日最后一首诗歌给怀疑的你，犹原是一首华语的诗歌我毋知伫咱的生命底，你捌怀疑过无？加减，对，嘿，问遮济解，阁无人，阁毋捌有人举手的啦意思讲，咱加减拢会怀疑济少加减拢会怀疑。伫咱生命底有怀疑的事，咱要怎样来面对？咱要怎样会当赢过即个怀疑？咱的生命哪来哪成长，哪来哪成熟？这首诗歌咱要做伙来听给怀疑的你。我